后来继续来看台74线台中西屯往乌日的方向，日前出现一台大货车，后车道的货物放无好势，结果17支的钢条沿路喷飞滴落去，害后壁3台的车来碰链，加在无造成人员的伤亡。警方雷找沿路的行车记录器，最后成功找到肇事的司机，依法上悬会当罚款18000块。货车向后的行车记录器翕到一台货车行过中线，不过后车道的铁机是哪行哪落，未少车辆驶伫咧货车的后壁，拢甲铁机交过，当场破裂，紧急驶去路边报警察救援。事发伫咧台74线台中西屯往乌日方向，正一只大货车无甲后壁的物件绑好势，17支铁机落去车道，虽然无直接牵到后壁的车辆，不过造成3台车连续中招，当场告着铁机破裂无动力，害者的驾驶敢若会当随刷去路边，加在意外无造成其他人伤亡。警方找沿路的监视器，主动联络过路的驾驶，收集行车的影像，比对了后成功锁定肇事货车。33岁肇事王姓驾驶，敢若是因为酷暑，敢若甲大条的铁机绑好势，不过细行的过程无确实，才会造成铁机落归路。对违规情形依道交处罚条例第33条予以告发。若伫咧快速道路驾驶拄着破链，要安怎咧？第一，双手甲hand道路放好调，确保车辆袂向转向；第二，甲油门放冷，互车辆用惯性自然减速，千万莫紧急打档啊！第三，开双黄灯，经过后壁车辆，过来出到路边来停，报警察求助，遵守这5步来保平安。肇事客车驾驶违规造成事故，致使其他的车辆破链，除了赔偿3台车连带维修费用，警方嘛要依法来开单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